下刚刚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好久没录自己的跳舞了，然后录完之后，那种你喜欢跳舞，但是你录完你看影片，你看不出你跳舞是什么的样子，那种感觉，我觉得蛮难过的。那种难过是觉得，那我到底还要再录影吗？因为我自己都看不太清楚。就不知道听个经吧。让我心静下来看。皆是
神宗妙法供养他们十万亿佛，即是十万大本果，本是尽心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不自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光界银无舍利迦陵，并且供品之鸟，须诸众鸟昼夜六时诸恶亚音其音言传无根无力其不地分法身道为如是等法，其度众生闻之音语，皆悉念佛念法念成舍利弗，如无为此鸟是是最宝所生所以者，彼佛国土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土上无恶道之名，何况有世世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理法应现了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为风最动诸佛阿处其佛罗王诸微妙音弥罗百千众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生之心舍利弗，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弗，于如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庄严王佛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有舍利弗，彼佛寿命极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明阿弥陀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界有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见阿罗汉为是善术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弥陀主，其中多有一生不出，其数神通非是善术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所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依者，得以如是诸善善根具慧以诸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不得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是之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以是佛闻其人临命终是阿弥陀佛，以诸神众现在其间，世人众生幸福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今此力故说是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成彼国土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地，东方已有阿阇弥罗居弥相佛大居弥罗居弥摩诃妙音佛，如是他佛多少数诸佛，可以其多数观察设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言如等众生当行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及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眼见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风多少数诸佛，可以其国诸观察设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言如等众生当行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及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庄佛、大光佛、大明佛、法相佛、金光佛，如是等风多少数诸佛，可以其国诸观察设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言如等众生当行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及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眼见佛、最胜音佛、难提佛、流上佛、王明佛，如是等风多少数诸佛，可以其国诸观察设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言如等众生当行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及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十字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法幢佛、智化佛，如是等风多少数诸佛，可以其国诸观察设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言如等众生当行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及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苏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眼见佛、杂色佛、华严成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一佛，如须弥尊佛，如是等风多少数诸佛，可以其国诸观察设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言如等众生当行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及舍利弗，一如意云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其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舍利弗，如人皆当信受我应具诸佛所说舍利弗，若有人以法愿具
者应当化缘成彼国土舍利弗，如来经常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但以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存能悉有诸事，能以娑婆国度作恶事，劫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众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的行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于无所恶事行之难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知难行之法，是为神难佛所赐其一舍利弗，其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我所说欢喜心所说的乐趣，报说阿弥陀经，翻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当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真明一切天南诸罗教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当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真明一切天南诸罗教利萨